她的粉丝比我们还多。而且还有一个听说，爱萍姐比做阿婆哎，不可能，我这直接摔破，摔破哦，不做效果哦。要爱的鼓励一下吗？好。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大家就想讲，你要做得做个牛啊！冇想过。灵感黑洗澡的时候想过的。所以你了解是系讲摆散变成牛，你算系体育改。但是小贝安看到这个画面呢，哈，你会怎么样来编辑这篇贴文？我要构图一下。我要先构图，最吸引人的就是。但是要怎么下标？下标吗？甚鲜肉来至煮酸菜鱼。鲜肉啊，小鲜没有乱讲的。对，有那个夜市牛排的味道。哇！后切。对，后切要厚一点。仿真成这样，我觉得非常的厉害，非常厉害。要加了，要加了，要加了，加一斗味。加一些就懂啦。来，老实说，你就喜欢爱萍姐这么辣，对吧？太厉害了，太 PK 了。一嘎之处，卖你的挑战。明天够修来喽！大家好，我是陈明珠。大家好，我是壮白跳。进步你有经典看到好非常的厉害的布景哦。第6季一定要带来全新的内容哦。对，特别安利台下呢，每老一家之主共同来慎重诶。当然，一家之主嘅扛把子就系安利嘅师傅，没错。我们的默契还是有，我声音比较大。好，来分享到俺俩吹嘅系阿生之师傅。反正平时大家好。举师傅好。稍後來看一下係非常人道嘅魯俊炳魯師傅。阿炳哥，有冇人到？係啊，今年叫大女買好料嗎？有啊，有帶好料，今年6樣年嘅生日咧。哎呦，生日快樂！好啦，馬上呢就來分享到你風吹嘅沉水站，來分享到俺阿吹呢係啊嘅阿姨同吃的共下來，必須要分享到係丁妹子老用長歌。歡迎！哦，還有帶好料咯！好，看一下白欠兩嘴帶來嘅係苗栗台灣嘅兩個鋪七金鳳老飯愛拼。妙齡女子哦，真的，你一定看唔出來。根本嘅兩組嘅來賓哦，都係人故鄉嘅好朋友，全部都係妙齡人啊！來出價3100元全班。是一半嗎？還是？因為他們可能會想要拿鍋紙。哦，鍋紙。好啦，先來打嘴鼓，補償認識一下。講下風吹哦，其實兩啥就當厲害，天天用長工呢都要加深沙去做總幹事18年呢。這個是真有心，行家幾多嘅吹通哦，也給沙去地圖客家版，真有心，本大家來認識。阿天妹姊妹前妹做版。鼓手一下拿定你就係綠銅旗，綠銅旗來傳過來。那該係綠銅旗哦。對，那這個是可以選顏色嗎？冇，這個甜，什麼係？新寶話係甜嘢咧。哦，係呢個什麼係標嘅那個紅旗啊，風係紅旗。哦，咁黃色的咧？洋黃。個橙色的、藍色的。藍色係那個梔子花。哦，漢語話係烏色嘅。烏色竹炭。竹炭。所以這個食起來可能老一輩牛粉水還冇強用哈。咩？牛粉水係用糍粑燉來湯水的。這個是用紅糖。阿哥也用像湯一樣用做比灶才去煮。很 Q 很好吃哦。那個牛粉水哈係。按做好糍粑，給它捏一團一團，放落一個湯膏吼，不一樣的做法。我哋嘅5行版哈，就是利用嘅金木水火土啦。有了金木水火土呢，喺到我哋嘅一個嘅信仰中心，按到5紋長苗，我就用嘅5紋長苗嘅建築，然後來用下顏色。不過對下嘅客家五行版當中，又做得講出你苗栗嘅故事，對，菜貼嘅苗嘅文化，真有心。來人講對苗栗菜貼嘅了解哦，一定要問一個美女，對不對？哎，聽說她的粉絲比我們還多，而且還有一個聽說，愛萍姐叫做阿婆哎，不可能，我這直接摔破哦，不做效果哦。1歲結婚啊，然後小孩子26歲結婚。
所以就也生了孩子。对，就做阿婆哎。不过，家下就讲到你对菜题嘅了解吼，就基礎係因為你本身做嘅套路係乜嘅？嘿，我目前在文化觀光局苗栗玩透透我們的粉絲專業。你就是小編本人，他超厲害的，俺老公苗栗啦，包括申智妍哦这些大人物哦。他们的粉丝数都没有苗栗玩透透来的多，按赞数也没有。好了，不过今日有小解的苗栗菜题的文化特色係乜嘅？最近有一个大活动啦，年度的大活动就是客家桐花婚礼。哦。对，然后今年已经是第19年哎。你刚刚讲19年。嘿，19年。哦。然后我们有造就了总共到去年是1322对。哇。对，但再加今年的36就1358对。哇！假使想要報名嘅朋友，做啲戲內片來簽了就。在我们的官方粉絲專頁，打桐花婚禮就請得到嘅啦，全台灣自由苗栗有攀啦。係啊，對啊。仁豐哥，哇，因為偷到安好嘅不一樣啊。因為請到嘅啊。周邊轉來嘅時陣啊，別家轉來嘅時陣有一直去唱歌嘅啊。到哪位唱歌啊？係啊。唔係你會騙通歌啊？生日去唱歌嘅啊。係啦。聯誼啦。好啦。呀，對富雄都有認識咧，嗬。唔過新嘅一季開始呢，唔但唱個變廚藝哦，還講呢，我來一道考驗，我來考看呢，睇起架，馬上來進行考驗咯。鄉親變看啊！第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涼水料理嘅基本功有幾深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不看人之間嘅團結合作，你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新嘅考驗係乜嘅呢？我都鄉親變看啊，變嘅唔係廚藝哦。我覺得較像係反應力嘅考驗呢。冇錯。我牛逼。你阿關哦，上島夾夾講，我考驗你對客家料理嘅相關嘅師傅有幾了解。哦。等下師傅兩手哦，會強下來出一隻題目，你會派出代表連定來回答。假使講唔出來，又係講唔出，又係5秒之內哦。直接哦，out 就失敗嘞。哦，只要看誰先出，另外一隊就贏了。不過最重要就是3戰2勝哦。特別講兩回合以後哈，現場嘅該除5哦，是做得到1分。好，冇問題，乾用一把剪刀沙條布來好嘞。永昌哥、老仁豐哥先猜拳一下。剪刀沙條布。好，那我們仁豐哥你來給聽一下。這就搞不能做呀。哦，真的嗎？好，那我待會就先跟愛萍同下來搞。好，剛好6，我們這2個就一起上陣嘍。大家節奏很重要，反應力哦拿出來哦。沒問題啦，兩下一發先搶師傅，搶出題。好，注意啦哈，我開始啦。好。廚房地位都有乜解？有暗角。木鏟。木蓋。快嘅。火標，痛須，火速，木嘅，木蓋，頭椒，木蓋重複嚟嗎？講過啦。木蓋剛有講過嗎？木鏟，木蓋，木蓋。拍謝。這是示範賽嗎？啊，冇，3戰2回合。所以這只是第1回合。等一下他做的技巧，但是你們要調整棒次嗎？棒次，那我換我上去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先下來。好，聽你回合好，看起來已經蓄勢待發了。愛萍姐就是跟仁豐哥夫妻齊心，其利斷金。等一下，你跟他幹嘛？要也是這裡。但是重點還是遊戲要贏，好不好？冇問題。好，師傅沒準備好了，搶出題目。各自然地位都有乜解？西瓜。tomato。葡萄。香蕉。草莓。榴蓮。蘋果。牛肉。芭蕾。舌頭。哈密瓜。梨。醉梨。strawberry。平行講一下，你要做什麼？沒算啦哈，沒算恐龍的東西啦。啊，沒算哦。拍攝了哈，該意思就會代表講，白欠水人了。好吧，沒關係，來，這關
其实懂难呢。啊，这唔是讲，因为等下喊有第二个关卡就在那变款啦。好，没问题，马上来进下第一关的挑战。嘿，变面爱情 boy 哦，讲到你要变面哦，你会不会看京剧被变？他都是这么漂亮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莫穷啊，你讲变，你变款啊。好，变。呀，好啦，我俩管考验咩爱用面啦，考验修红俩只。好，木耳啊，等下会考验大家用办落去变。不过详细嘅游戏规则，要请阿斌哥。其实用木耳啊，咧翻面啊，变面考验然后睇个背力啊，木耳变动式的功夫啊。哦，但是有时间的限制哦，30秒。30秒啊！ 30秒哦。譬如讲俩下就咖喱正面、反面，好。这样算100，总得一下不有。那这样子嘞？哦，你要算100。所以又躺清楚了哈。清楚了。那贝利最好的2家代表是永昌哥。哦哟，来，某谁有因为该下体育馆把 cam 垂线张嘞。好。那我就先让阿姐俩垂线来开始。永昌哥，请就位。来。好，大家好，看清楚了，观众朋友们做得强下来算一下哈。继续抢开始。开始嘞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还有1秒浪费是？掌声啦！跟上讲哦，跳到整数啦！移动落身30秒30下，超厉害！最小的移动哈30吧，31啦。需要爱萍姐在你旁边吗？要爱的鼓励一下吗？好。好，继续抢开始。那小贝看到这个画面呢，哈，你会怎么样来编辑这篇贴文？我要构图一下。我要先构图。最吸引人的就是那要怎么下标？下标吗？鲜肉来煮酸菜鱼。哦，鲜肉来讲，没有乱讲的。爱的鼓励一下吗？好。好，继续抢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9、10、1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有39，回家不用跪算盘了，恭喜！嗰首也中分，累计系2分。男吹得到2分，馮吹你等下會得到4分，我加油哦！我太多嗎？啊！好啦，先來看一下生之師傅帶來乜嘅四個料理，我嚟留睇住夾分享哦。主廚素魯菜。生之師傅等下會帶來一個好料理吼，唔過呢都要之前要提倡各位參水炸哦。等下都要過程當中呢會有另外一個師傅帶來一個水塘測驗，故所等下都會師傅做料理嘅時間，我留佢談清楚來咯。最重要係該水塘測驗係有分組啊，這句話是講給紅隊聽的。好啦，先來問一下生之師傅菜名係乜嘅？客家鹹菜魚嘅。鹹菜魚嘅。我咩做製菜師傅？呢個係用嘅製菜嘅方式嚟做呢個魚嘅哦。哦，你紹介下食材。食材同健康嗬，呢個魚嘅呢個部分呢，我就是留呢個山藥，呢個淮山啊，係用呢個日本嘅，用日本嘅啲嘅較甜。哦，較滑溜咁樣，哦，啊，等下呢，我就做呢個魚片咁樣，哦，啲度呢係有呢個客家嘅鹹菜，廣較粗嘅鹹菜，啊，唔過我用客家嘅，味道會較好，較甘嘛，哦，還有呢個泡椒，哦，泡椒係比較屬於係四川中國大陸啲度嘅用發酵做嘅辣椒，誒，會辣，會酸，會香，做啲皮乾那裡。哦，那等下啲度呢就用呢個豆芽。
哦，还有个小松菜，还有木耳，哦，这个主要就是让底肚呢有较多个蔬菜好吃啦。哦，还有个调味料，哦，还有花椒粒。好，首先呢，就来做那个嘞，乜嘅东西？像鹹菜啊，像鹹菜係如果發酵過。係啊係啊。我蛋條用 PSD 啲要辣哦。係，好，那個淮山呢，我用那個切嘅，我切到油油啦，哦，變成那個山藥泥。為什麼要切的？我用調理機做的嘛。媽做的。你有切？我們是誰嘞？哦，那個偏粒粉，我幫你攪一下，哦，幫你變做那個黏黏嘅醬。我基本上嘅鹽是唔是下沖的啊？做乜嘅喺度加粉哦？等一下蒸過之後，底就會定型嘞。哦。好，那樣就做對了。幫你不用多盤的底肚，幫你蒸15分鐘。哦。後咧就變成暗用嘞。哇！你就會成那 QQ 暗用嘅魚片嘞。會耶！等它煮咧呢，就會 QQ。板溜，挺神奇啦。好，那你下呢，我那個筍鹹菜，啊，幫佢切一下咧。那個罐很好吃哎。對。剛才就講日本嘅從中國大陸改編嘅酸菜魚係用哪一種酸鹹菜？佢嘅罐卡比較厚，然後再來是它的酸菜較薄。是東北那種大白菜的酸菜嗎？還是就是比較屬於是梗比較多的那一種。有嘛？有問題要問哦，等一下會隨堂測驗哦。大家就想講，你要做得做鵝嘅牛嘅哦。冇想過。淮山平常時就做埋料理下豆呢。煮湯，豬排骨頭，炒。係啊。但不知道還可以做魚嘞。再出來就變化啦。等一下你要拍我用到嗎？我不想說給大家試摸看看。試摸啊？因為我覺得很好奇它觸感。哦，你啊，演習耶。有一天啊，洗澡的時候想到嘅。這故事是什麼？你是做完肥皂用完的嗎？有時候也是靈感，喺洗澡的時候想到嘅。所以你了解是係講淮山變成魚肉，你算係體質解。起碼有你做過，啊唔過係喺就想到了解，因為佢嘅口感係滑溜嘅嘛，我就甜味嘅。好，了解係小松菜。而且用淮山攞一種魚肉哦，幾下拍。好，呢片呢可以試來炒了。好，首先呢，來煮的酒。好，呢個酒做得多一點點，好，因為呢個鹹菜會食酒。好，這裡做的就撈呢個薑麻薑上來。好，呢個泡椒嘛做得切一下。泡椒超好吃的。佢做啲當當雪咯，咩是個乜個米線啊？個時間不用個泡椒都可以當入面頭。好，呢個花椒底肚呢有個青色嘅花椒，還有大紅袍嘅紅色嘅，因為呢就有麻，還有香底肚，好，幫你不用裝來。用下炒。開始幫你包，幫你煸香。來咯。什麼意思？好，來這個隨堂嗎？係啊，聽我講咧，用咧要買花椒啊，你要有可能有辣椒，有泡椒，因為出嚟乜嘅辣嘅東西啊，咁啊，烤下睇得㗎啦哈。來，下列哦，哪種嘅食材啊，好做得啊，又好來解辣啊 ？A 係拍盤 ，B 係冰水。好，所以先把答案放心裡，我們猜拳。剪刀石頭布。啊，聽我啫，你知道答案係白飯啦，泡飯。A 啊，係 A 咯。你覺得為什麼？為什麼？靠甜嗎？會解辣。不然我們來聽聽看苗栗觀光局小編的答案。我就答 B 好了。哦，不要跟他一樣。哦，到底答案係拍盤又係冰水呢？答案係 A 啊，拍盤。為什麼？因為它澱粉啊，澱粉，因為澱粉的東西啊，像咧飯啊、麵包啊，要是像咧海綿形容樣嘅，叫佢吸收咧辣椒素。但應該像變水啊，食落去嘅時節啦，佢變水咧辣椒素會快速嘅同嗰啲嘴底袂毒啊，好所以凍啦，唔會解辣樣嘅，好，一直緩解咧疼痛啊。對，哎又好多。就說你黑公司都來毒血，不要喝冰水，寧可喝溫熱水，才能解辣。有學到。剛才這題是2分嗎？沒有啦，追得很快，1分啊。我想說還有問為什麼。好，那片呢就撈呢個鹹菜，幫佢煸到香哦。好，那呢個泡椒用下來，哦，而家筍那個味道就出來咧。唔是不用選吃係嘛？
不是，两片呢就该热水，帮你冰下来，帮你煮，哦，就做在冰旁边帮你煮。可是有一个问题呢，你要快散揉面粉落去煮，耐煮吗？佢就那个太偏离粉，佢就唔會散甜，煮出来会像水晶饺嘛？还好，就反正用。哦，然後呢鹽巴幫你冰下來，還有胡椒粉，就是拌的調味，香菇粉，香菇粉，好，幫你提那個鮮味啦，還有個二砂糖，哦，幫你就較多個梅頭的底度，好，幫你注意下哦。好，兩片呢，好，我們熱一下油，會做乜嘅？要搶菜要炒高哦，還用這樣做的是較凍。它有層次啊，哈。好，好，幫你炒不會鬆就好嘞。像小編看到這個畫面啊，哈，你會怎麼樣來編輯這篇貼文？我要構圖一下，我要先構圖，拍照要先構圖，對啊，拍照。因為翕相最聲音啊，最吸引人的就是畫面。那要怎麼下標？下標嗎？鮮肉來煮酸菜魚。哦，鮮肉啊，小鮮肉。不要亂講了。好，用兩個木耳。好。就款一好食買東西啦。嘿，還有個豆芽，我幫你炒一下。基本上哈，前面那個高跟 PK 賽，我們是先讓給藍隊，因為很明顯的看得出來，我們 Team 1一聽以主料理主動機會，而且也係師傅啊。看到兩片有想法哦。你看佢數鏡挺同嘅，佢都唔掉，佢想做菜。係啊。好，兩片呢就幫佢撈兩個香菜。哦，當湯底。不用下來。是不是半熟就好了？半熟，幫佢脆脆的。不錯，還會攞嚟炒過，唔係直接落去嘅湯頭裡面燙這樣。唔係，用較香。好，兩片呢就做啲撈兩個酸菜，幫佢不用下來。哦，哇，這個料比湯多哈，湯是不是不見了？對啊。好，兩片呢就是這裡撈兩個花椒油，幫佢加熱一下。哦，還是很好奇，跟用半扁走片。好，那用就做的扁。哦，其實扁上去。哦。你本來是係上講嘛？要先煎過。煎過呀。我未到底啦。佢煎到水，佢就會脆過咧。佢煎到水，佢就會軟軟。這樣會像吃起來就像水板嗎？還好 ，QQ 的。水板會克數哦。好，兩片就做的撈兩個花椒。哦，要衝下去了，要衝下去了。好，還有個香菜。啊，小編等下要拍照起來。好哦。好，熱熱的時候呢，就做個蔥下來咧。哦。哇！香味就出來咧。客家酸菜魚。按鈕就好食咯。要加了，要加了，要加了！加一朵是加一些都懂啦。来，老實說，你就喜歡愛萍姐這麼辣，對吧？那是有啦，愛萍姐。哇，已經等唔切嘞！哎呀，迫不及待哦！不知道為什麼這種味道。這是什麼？食指大動。哎。好啦，兩個人曲線啦，等不及了啦。不是這種米托啊，滿吃都就會顯出那種藍色。有重哎，有，還蠻好笑的。很香，花椒。湯頭好好喝哦。香。這裡都給白山切 Q 感。啊，聽我講，這給白山做一個剛剛有吧？很好吃，又 QQ 哈，切。厲害。愛萍姐覺得怎麼樣？很爽口哎。會幫他下標寫鮮肉廚師嗎？鮮肉廚師。啊，邊個會去到咧？就是我你倆做倆菜哦，蒜、然後香、然後麻哦，都層次都分明，然後凍香，一步一步，然後個香料是梅頭轉炒出來的。香港嘅街下中酸地咧，做乜雞魚聽用嘅廣，就是因為它的那個咔哧咔哧，還會去口感，那個它會有一個對比。好，那個共譜就好了，因為目前嘅積分，該下民主廚哈，是就得到幾分甜甜。好，隨堂測驗的時候，
把欠两嘴得到系凉粉，等下最美的挑战系贴嘅肉筋呢。冇错，古时候呀哈呢，还会有一些紧张，但是等下睇起个身体没受暖，心都没受暖呢，拿出去个了本地进行最不迷关挑战。家家出好菜，两嘴这等只听嘅题目，第寒天嘅时间，做出一出最上瘾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日日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了嘅愛點上做咯。三號嘅一關厲害了，因為兩組呢都會拿出自家嘅本店，而且最主要係有秘密武器，有殺傷力嘅秘密武器哦。哎呦，講到殺傷力會嚇到呢。哎呀哈吼，那風吹呀嘅東西，保證你冇看過。哎呦，看啊嘛。好，來，係乜雞？來看一下風吹嘅秘密武器係乜雞？等等，係乜雞？板車黏土，做的是的黏土。哦，这个是的。可是呢，俺那个拌菜大家有看过。对啊。可是呢，给它做出来，等下料理哦要仿真。对。讲一下菜名係乜嘅？板栗牛排。用拌菜做你最愛嘅牛排。所以到底就牛排也冇牛排。有。哦，那就可以，哈，这道菜不够用啊，甚至師傅一定先把分數給到滿。对，牛排。對，而且他可以吃的牛排。哎，这他是可以吃的。对。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好，就來看一下白鉗兩嘴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咯？辣椒醬誒，辣椒醬，我去加做誒，哦，去加炒誒，那一定很辣。所以它裡面有加什麼嗎？有蒜頭，有辣椒。哦，那做乜嘅？我輕機係秘密武器。加落去都當好食咧。哇！啊，帶來嘅料理點樣按到乜嘅？香辣鼠來寶。鼠來寶，所以等下會加薯條呀嘿。做一個那個米奇老鼠的樣子。哇，創意的部分哦，互相期待哦。好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兩嘴都已經準備好晒咯，前輩們已經暖身 OK 哈，馬上嚟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咯，開始，走。來龍哥，板栗牛排，用拌菜，我們不要小看它，因為佢剛剛有那個講過，19位你就撈到，我去那道邊買到暗號的牛牛。所以今天有專線，沒有，直接訂購。嘉盛社區。好，你現在學團吶，感覺好寫，我幫他推廣。先看我怎麼，你推廣沒有什麼用啊？多多少少的部分。來。也可以也在都大漢用的板栗牛排。哎呀，也係用鳳球來調色咧，自然的色素，對，自然的、天然的，都是天然。這個油花的部分我用嚟調。加落表演哈，來看清楚嘍。你看，重點來了，關鍵。先把它攞到炒來，將你那個麻花按照，然後呢再把它對折，再來繼續，然後把那個色。讓它唔一樣啊！油花它是本身就分布是那種引散型的啊，所以呢可以用給個特色，你看咯，顏色就出來了。哇，真的耶！對，又強呢。對。好。而且剛才你一開始食到嘅有冇大理石紋的嘅牛溫水啊？咩係總監師做出來啊？哦，就係按用嘅做法嗎？對。哦。好，可以利用這個斷面哈。再對折，你看這個是牛排，好漂亮，很漂亮。再斷面對折，然後開始，因為用個油法很潤，很像和牛的那種。好，哇，油好，完成。哇，繼續動家呢。那事前的這個板菜哦，用慢走出了呢哦。用米，用兩種米，一種係糯米。好，另外一種呢，就10板的米，蓬萊米，用這種米呢，用不同的個比例啊去調整。要和以後呢，就可以拿去整。對，差不多要整，差不多20分鐘，到25分鐘。電鍋就可以嗎？電鍋可以，電鍋就可以整。那就是有天氣的。有，那就教一下好冇？來試看啊！來，哇，真的！您就有啲乾配啊，你也油發了哈小豆，你們要吃紅色多一點，你瘦肉啊？太瘦了吧？菲力，板腱也可以，要做那條筋出來哦。哦，這個沒關係，可以吃的。你剛剛講嘅係嘛嘅走馬係冇？
我看甚至师傅给看到按用心就滴在讲，你是不是觉得很？第一次看到有人做素菜做的这么用心，所以你睇完冇用過米食來做牛，只有用那个香菇类来做。对，蓝队在欣赏我们做料理，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想做对不对？想做板栗牛排哈，他一定要帮我们拍照嘞，帮你们拍照。我们这个先搞滚，因为等一下给我整20分钟哈，有准备煮好了吧？有嘛哈？有。好，那我这先交给你，记得这个不要做牛小排哦。好，谢谢，等下过后再来。好，看一下把看出。哇，真劲嘅妞啦！你们怎么的放慢动作 slow motion 吗？现在是创意料理。这个是确认一下是板菜也系牛。牛啊，谢谢牛，猪牛。可是这个以猪肉来说，该红还蛮红的哦。对，因为早上才去市场买的。哇，五猪的嘛。嘿。哦，冇乖。人峰哥喺做乜嘅專業嘅？来做剪菜。剪菜，起步嘅。係。冇龍沙就西建窮下用從今年用煮菜嗎？幾乎當年安排啊都下班煮煮啊。窮下煮哦。對，挨附近皮料的啦，切菜添。所以窮下做菜哦。有啦，都簡單易用的菜啊呢。最神奇係吉龍沙哦，都完全冇講到吼，到底創意。而且我原本以為跟比美武器係兩碗。我想吃哦，可以吃。有提供試吃的服務嗎？可以吃。可以呀，這個是哪邊的？多準備。其實他們只是各用1顆就可以了。真的嗎？是百草莓。對。兩咩台夫嘅草莓吧？我心球夾不卡起夾種。你講心球還是很不適應耶。因為草莓種嘛。啊，那我真的可以偷吃嗎？可以。任選。大老鼠。任選，tomato啊，1天1番茄啊，醫生遠離我。跟起夾種的啦。有啦，我聽住都要剪睇咧。啊，冇嘅。好食咯。好食嘛？完全冇落農藥，我全家是夾種嘅。好，我先問一下，你有準備好咧？我先錄嗎？不是。炒豆干嗎？炒肉。對。來，讓你退休。走得哈。老公在旁邊，需要你幫忙嗎？就是愛萍姐喜歡那種有男人味的，對不對？請接話姐。佢附近煮啦，我煮附近切菜四方難嘅啦。應該喺個如果有必須翻，唔用晒應該喺全台灣最後生嘅阿公阿婆。真嘅。一定是。我親家比我嘅後生都差不多啦。你們有這個基因是不是？他們更早。哦。先爆香。看一下名字對。好，來。哇，牛排要有的醬都來咧。黑胡椒醬嗎？要有雙醬，黑胡椒跟蘑菇這樣做。對。加個整好嘅板栗牛排看一下。等。哦，你個什麼海椒？凍醬啊，要較皮啦，要較粗啦，哈。夠紅哎。唔過我問一下，就是這個油是後來去刷油嗎？所有拌的餾啊哈，炒整好以後爽油，第一個保濕。哦，就跟臉一樣。精華液啊，對，精華液啊。各位哈，保濕以後個皮當冇硬。那牛排我要去切嗎？會對，落去剪。煎好，煎。對，我們來剪一片夠好嗎？好來。煎好我切的。它這口感是不是有點像風板煎狗雞還有口感？冇唔錯，我多些的油落去。哇，這個廚工客家米色做的按油創意哈，可以讓吃米食不再只是吃槍飯，非常一種大家了解到的傳統客家米食。我覺得這個就是可以發揚國際啊。其實講到兩種重點就係，因為係自家做嘅，你就係食幾盤、食幾鋪做得自家。對，做的。那個厚切牛排要破一對，先不用了。好，第二哈，熱鍋好。熱鍋好了以後呢，我就把一牛排嘛哈。好漂亮哦，真的。好，第二就攞去剪哈，剪都還有一些的表面擦，好擦以後呢，剪料面，肉絲它食飯呢就加個鹽，就有點鹹味了。所以呢，比如說老爺食飯呢，再蓋一點，啊，蓋上還上較好食按鈕。其實各位師傅有看到冇？不要只想着吃，要背後做料理嘅這種神秘啊，其實上的東西哦。這東西沒只是有吃有到鹹而已，有入味。你們要把這當入評分的標準。啊，等下냉油買去就會變咯。油哈，要用油等下剪開表面，擦哈，就標落去。
应该孙红该玩呛球，等下做嘛？啊，也要是半年哈，已经也有蔬食观念，希望讲淀粉质和它有了解吧？均衡饮食均衡，饮食均衡，哎。等下你得要给姜啊，会炒锅嘛？我等下落去，好漂亮。现在倒一个酱一下好了。好，好，我就开始要放这个了。好，这个炒都有香哦。对，洋葱增加甜味香气，有没有？好。哎，我们等下再回来了哈，先不用炒哈。好。这有那个夜市牛排的味道。哇！厚切。对，可以厚一点也可以。仿真成这样，我觉得比手还厉害，非常厉害。一夯狗了哟，就感觉到那种恋爱泡泡。那个很差翻哎。现在在炒。我们刚刚有错过什么吗？跟地鬼毒就干嘛改？榨菜同挑管。哦。一起炒这样子。然后加个。廣關嗰邊做嘅啲榨菜，又加滿天蛇滿講，因為呢啲有個秘密武器係辣椒醬。對。那它要怎麼成為這個靈魂的部分？如果唔會看過嘢乜草莓啦、蛇泥瓜啦，你都給挑明。辣椒不會無敵啊，因為加草莓呢。有草莓一定要被它壓過，酸辣。佢貼啲強辣嘅味道。那大哥，你最好是阿姐做辣椒醬崩嘛嘅。大家都會加一些的，食飯啊，像客家你今後炸的，炸嘛然後煨辣椒醬，有沒有味啊？要加了，記得加一些都凍辣，薑葱辣，先加一些，但是唔辣辣醬去加在。有賣冇啊？唔是，唔是。哇，一定要拍影片了。我選藍隊。老實說，你就喜歡愛萍姐這麼辣，對吧？那是我啦，可以煮嘅。冇啦，那只有個人的夢想。哦。那個是什麼？那個是也是另外一個秘密武器。我在家裡調的。啊？在家裡調的醬料。醬料。地鬼就菜嘛改。老抽加生抽，還有一點點的醬油。所以用炒枸杞後炒到香。然後夾皮落也係，等下夾落，等下夾皮要夾在這個米奇裡面。我們客家話說這個是掛包的一種。對。哦，差不多炒好了嗎？差不多。這個孫，你知道從哪裡開嗎？他這個孫子一定超愛這個吧？你下幾多隻孫兒咧？啊？幾多隻？西炸。係咪因為佢算係一種掛包，所以加嗰種鐵頭款未做得？在中頭這邊。其實蠻可愛的，小朋友看到真的會喜歡。也主要吼，特別炒飯嘅吼啊，變到一般呢個掛包蛋糕吼，細人看到較唔好食。哦。如果那姑娘呢，伊都來改進啊，裝一啲可愛的造型啲啊，伊都都會食。乖孫嘅啦，公主講乖孫嘅啦，係啦。韓國就古到健康，又唱出來又水果。所以哈，真的遇到真愛的時候，要勇敢說出來。對。怎麼講到這裡了？講給自己聽吧。好啦，這 OK 了，很漂亮了啦。你看一下捧出一個百利牛排了哈。等一下分數不能因為羨慕而就。不會啦，不會。好。慢慢吧。哇，這個牛排醬料面有超高哎。哇。你煎嘅擦擦切戳咧，對，要做擦擦嘅哈。雙醬其實咪做得啦。可以，好，我就把它倒上去哈。哦，洋蔥不用一起炒嗎？洋蔥炒好，現炒好了，洋蔥炒好，要給它碎嗎？不是，好讚哦！剛才你就加奶油係哦，難怪好香哦。其實這真的我會很想吃哎，就我聞到了，就。對，有那個夜市牛排的味道。哇！厚切。對，可以厚一點也可以。仿真成這樣，我覺得比手還厲害，非常厲害。然後再把這個洋蔥。要不要再炒一下醬？炒一下醬，他等下會借此扣我們分數。好，對。我太了解他了，我太了解他了。因為我有炒過了哈。對。永昌哥，來，剛剛也炒過的。淋上去。來。最好菜也要給它淋到一點，不然不要有任何機會讓它扣到分。好的。哇，很澎湃。哇！贏定了，先上後再醬感言。
但火先帮我关一下。来，你倒算。好，来。现场马上来倒算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呐，最杯米乖咯，哪部开米是开站的嘞？哇，恭喜我们进来一个早餐。哇！看起来太像颜色的哦。对啊。先来一对风吹的，吃看呐喽。又强4福。板栗牛排，而且是仿真的，看。哎呦，这几分熟的？这个 juicy 的程度。3分的。哎呦。而且，假如你仅给莫讲哦，我真的会以为是牛排呢。哇。要注视腰的是啥呢？哈，我讲那黑胡椒这样。用班车做嘅牛排，对。哦，外酥内嫩，很惊艳。所以这个牛排哈是窄颜色的，是粉颜色的。大家还是想讲哦，其实俩两组做的结合起来，这个就可以当肉排夹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很多汉堡排就是这样做的。对。南方哥自动用吧。目光真是从牛排用的。而且还有个优点，不会受到国际牛价的影响。还没。什么狂牛？而且也没补瘦肉精。那就细致生活学是走在起高楼走，而且我觉得很快。对。起到后学到。艾萍姐可以帮我们发一篇贴文吗 ？OK 啊，那它苗栗就是很多这样子深度的旅游，其实是现在人很喜欢的。对啊。我汉海就动到创业，把欠嘴两片呢，米老鼠，这个鼠来宝，给各位学过来。哇，是不是还有一对在吃牛排？我们已经跳到蓝队这边了，好好吃。对了，走对了，拉嘞。对啊，刚那盘嘞。大家恐吓开动喽！哇，这道菜太多秘密了吧？就那才跟辣椒酱动厉害，榨菜也超强。董恰饭，还有那个。灵魂人物，辣椒酱係嗎？幫你大轉起啦。做得，看一下，炒不一樣做誒。其實咧，我家下渠道講，你挑的量係嘟好，就是其實小朋友都可以吃，不會太辣。好的嗎？這樣沾着吃，這樣子。其實剛才只要拿出麵包跟辣椒醬就可以。翻個哦，榨菜多餘。嚟啦，大家講哦，愛萍姐有一點非常係用心就係講，你記得啲醬旁你都有嘅辣椒哈，強辣。所以他準備澱粉跟你們蹦點窮下去哦，真的有學到，學以致用，真的。好啊，大家等一下昨天慢慢的窮學，現在給拍了蹦點下來，因為要先深吸一口氣了。怎麼了？你下嘅分數哦，正差非常的寬。對。民主廚得到係1分，白餡廚得到係2分，所以等一下師傅嘅分數就得讓向1000。好。好，稍等下來就繞搶師傅搶評分咯。片長了，兩個師傅兩下呢，我先來分風吹分數咯，搶分數。哇，水夠分呢，水夠分，哎呦，加起來是7分了 ，surprise， 壓力好大哦。好，等下準備好了，師傅會上好勢哦。好，白餡脆搶分數。評分嗎？加起來5+2，評分呢？評數，評分，是嗎？評分。哇！哎，好激戰哦，肯定要是很緊張哎，一層一層關卡。來，師傅先講。哦，其實兩組煮到出來就東好食，佢本來就動到嘅印象啦。哦，了解風吹兩片呢，我就識到，我媽就學到，動有嘅很多嘅想法咧。哦，我媽就學到動到嘅技術，還有感謝。南推兩片呢做法嘛東好食，不過有一絲絲的做得調整嘅地方係，你做得撈啲辣椒醬，做得刷在那個掛包上面。對。佢嘅醬料呢濕到底度呢就不會按糟，不過嘛東好食咯，感謝。哎呀，我重點就係做乜嘅？風吹比咱吹多1分呢？阿邊個？哦，咱對了頭哦，就政策咯，哦，佢就可能緊張咯。第一個是講白醬嘅順序啊，了都有啲政策，我感覺豆腐乾係要變到擦好嘅，很好好。佢講，佢會帶出來一隻香味。其實咯，做乜嘅都係苗栗人啊。係啊，對不對？今天講
最好的就是这一句话。下个月我搬过去哦，哈，有收吗？我有嘉盛社区。好啦，来颁奖喽！耶，先本期嘉宾喵哩，真嘅係苗栗人誒。所以你要最後嘅結果啦。而且今日節目都好看前輩，我本來想說要不要搞遊戲㗎？我們超前，對不對？對，後輩料理個老給變到大平數，逆轉勝。厲害，今日兩區都係提名，現在恭喜鳳翠得到1000元嘅獎金。恭喜！好，白劍處理一片嘅動力開後，得到係2500嘅價財金。好，先來談看啊，你嘉盛社區愛辦的這個達人哈，先來請總幹事老太姐分享一下，你要不要參加幾個心得好冇？老太姐分享一下。好，今日來參加節目呢，我真嘅講，唔係講為了得獎，嗱係推廣美食咧。今日得獎與否冇重要，主要呢來那個客家嘅辦咧推廣本，全台灣、全世界地我就當歡喜嘅，很謝。無私的心哦，真嘅係你客家嘅代表。天妹子輪到咯。啊，當歡喜講到呀，人家從容沒有的，好，都那麼會創意，那麼會當風俗嘅感染啦。係啊，本日就今後嘅畢業，希望你哋來呀特別了。好，來看一下白劍水的一片哦，你表現的動好，除了動為主，咪動為搞遊戲王的部分。再來請阿哥來分享一下，今日老伴用強下參賽嘅感想。今日好來參加呀客家電視台也好，一家之主哦，這份感謝，這個在推廣我哋客家精神啦。唔怪那隻群組啦，台灣啲群組啦，客家做了了幾多。我想講，伊啲文化傳統個煮菜嘅伊啲心得，客家菜，對啊，感謝。恭喜！那最尾哦，繞場一下，因為家下其實世代下吼，要攞愛萍姐講哦，佢做乜解話？用緊推廣苗栗菜題嘅講哦，就係因為佢懂熱愛這個地方。就是我覺得我們苗栗其實是很多東西值得大家來細細的品味啦。那講話我比較不會講，我寫文章可能比較會一點點。那還是請大家多關注我們苗栗的觀光，對，然後可以搜尋，我可以打廣告嗎？可以。我們的苗栗玩透透粉絲頁，幫我按讚追蹤，加分享，謝謝。哇，佢們呢真係很香哦，因為43歲站呢都係我嘅故鄉人，就像福卡嘅自家哥哥姐姐咁樣。昨天呢來到電視台哦，好好讓全世界嘅朋友分享苗栗嘅好美食、菜地嘅好文化，就像阿愛萍姐講嘅哦。要積極打鐵炮來報名參加一家之主嘅比賽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等你來苗栗，來等你 Q 下來聊聊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